哎，你怎么去买个伞啊？什么嘛该伞呐？这个衣服多好看呐！而且是专门为你而穿的。你奶？对呀、你不是月光姐吗？你看这衣服有多少月光啊？月光。安子说，安子说吼，阿刚啊，吃到无也好，正经当无见戏吼。哎，错啊！无见戏无相干，爱吼清凉啊，做到较上腔的位。哎，对，人呢都必须得勤俭。哎，不过要勤俭的话呀，这物质生活就必须得降低了。哦，莫，上腔的上腔，生活的品质做唔得讲台。你要做得到这一点啊，那你就是密熏银泼怕了。嘛个东西啊？不可能的任务啊！你干嘛个烂英文啊？给很多 mission impossible。passport，还有 passport、都一样嘛，反正英文不都倒装句？我都跟乱讲好冇？我唔讲都一样啊，残部啊，真经完成了以后啊 ，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。怎么回事啊？就我的外国朋友啊，到外国来了啊，我带佢哋吼去昂雅斯的呢，佢到三沙带我一沙，一按部长死得1000块。1000块？这不太可能吧？真紧呐，笨蛋啊，连下1000块就50块的呢。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？我就带佢哋吼去雅斯的吃东西呀，一摊一摊的来给他介绍。哎，那都吃了些什么呀？也係基隆嘅田府咯，也基隆啊，到台湾嘅北埔盛产海鲜。也係台北嘅牛肉面。哎，对了，台北这几年的牛肉面节啊，办的是遠近馳名啊。嘅新竹嘅米粉，哎呦，米粉又香又 QQ， 凍好食。也係彰化嘅牛哎，丸，又香又 QQ， 凍好食。還有太海嘅豆腐乾，員林嘅里涵，花蓮嘅麻糬，宜蘭嘅牛舌餅，台南嘅海參糜，高雄嘅三五意麵，淡水嘅阿婆鐵卵，韓國嘅烤肉，越南嘅河粉，港式點心，印度奶茶，日本關東煮，泰國酸辣麵，這就出國了。還有大餅包小餅，大腸包小腸，蚵仔米刷蚵仔煎，藥燉排骨魷魚羹，水餃鍋貼水煎包，美濃板條鹹湯圓，漢堡牛排鐵板燒。你都請他們吃這個，也都就唔識。不吃啊？什麼都不吃，你說那麼高興幹什麼呀？我帶佢就去食粗豆腐。粗豆腐啊？這有什麼好吃的呀？好食啦吼！粗豆腐啊，喺台灣吼當特別嘅米線呢，尤其不管係蒸呢、煮呢，也係炸啦，個米絲啊特別香呢。真經啊，此物只應天上有，人間難得幾飛聞。你行了吧？說的幾飛聞，也不過就一盤粗豆腐啊。哎，我說那些老外他們吃的習慣嘛。當然啦，人講啊介紹啊吼，一到當有興趣呢，我就老爺就帶到個賣粗豆腐嘅攤喺前面啊，一到看到以後啊，大家吼就徛起樹枝講香粗啊！台灣人真勇敢，連大便都敢吃。哎呦，都吐了，你看看。盤的最好，你這什麼心態啊？什麼叫吐了最好啊？番茄上一半。哎呦，你這行為太摳了。算了，你別請他們吃東西了。係啊，反正個亞視的東西按都要某一天要死啦。哎，大家都慢慢看看啦，哎，對，走馬看花，隨便晃晃。哎，來，看，隨便挑，隨便選，時機擺擺，卡手愛緊啊！來啊！叫的還真熱鬧嘞。今天那個皮包的哈，不是公價啦，小個大啊，通通390。390。哎，來看過來，上等的皮包，每一個只要250，你要不買你就250。來，喜歡就給它包起來。來，看過。今天會還哦，一雙200，體費難得了，過了今天明天就沒有啦，200啊！哪有上好的皮鞋，2隻199，2隻199。喂，你還要用一張一張的賣哦？你別管，我就是一隻一隻賣，不管你是皮鞋配涼鞋，涼鞋配高跟鞋，你只要敢這個鞋配那個鞋，不管你配這個鞋配那個鞋，只要你敢配，我就配給你。配，幹嘛來搶勝利哈？好，來，哎，快兩片哈，高級男女服飾，通通斤兩100，1兩100就好哦，100。進口服飾，2件100塊，2件100塊。看，名錶、鑽錶、運動錶，通通50。啊，不管你是什麼錶啊，我是一錶3000里呀。你看到的手錶50塊有找啊！看，耳環、戒指全面出清，3副50。看左邊啊，看左邊，手錶
买。看，我看得到的全部买1送10，买100送1000啦！对，老板，啊，老板跳楼啦！不是啦，我要问你呀，什么叫买1送10，买100送1000？哎，无你家是卖啥？我你卖你啦，没啥。对，哎，你怎么骂人呢你啊？你做嘛娘哎啊哈！啊，你这太过分了！我只是跟你那边问一问哦，你就这样子性格暴躁，在那边骂人呐？我不管，我只问你，你为什么买1送10，买100送1000？卖什么？买珠宝，买1送10，做得冇哈？卖珠宝。哦，买1颗珍珠送10颗珍珠。对，你买1颗珍珠，我送你10颗弹珠；你跟我买1颗钻石，我送你10颗胆结石啦。嘿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做生意啊？那乱七八糟的。慢很嘛，老外都给我娘哎，挑事的呀，恶心精神，香港让我做生意啊。不是嘛？你到了夜市就是要喊着热热闹闹的，对不对？反正啊，这越喊啊越有人气，越喊人越多，越喊啊人气越旺，懂不懂？真紧呢，那个同外国的朋友啊，从来不是看过那种事情呢，大家就看到最白白的哦。哎呦，那有没有买东西呢？有啊买啊，全部就在台湾的特产啊，那个 LV 的皮包的啦，Nike 的皮鞋啦，还有个瑞士的手表的啦。等一下，台湾的特产什么 LV、Nike 这些国外也都买得到啊。买得到，不过东西冇穷样啊。哦，因为台湾的东西便宜，台湾做的啊特别强。哦，像仿冒的。那个我朋友啊，买2个拉克斯，有冇？鳄鱼啊，那个 polo 衫啊，这样行出门就发现了唔冲呢。怎么了？你那真件那个鳄鱼啊，有冇？做迄白白的呀？啊，对。那朋友买到个2做迄黑皮来呢。哎呦，不行啊，你赶快拿去跟老板换。是的呀，冇用。怎么会没有用呢？不信你吃看那里啊？好，我就学那外国人啊。哎，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要问你，你这个鳄鱼有问题，我买的是假的。冇可能啊，我喺度买全部真件的鳄鱼啊。不可能，我告诉你，真的鳄鱼嘴巴张开，假的鳄鱼嘴巴闭紧。是可能哈。你赶快看一看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真件最合。你赶快要解释给我听。其实也脱离懂简单啊。这么简单？哎呀，鳄鱼哦，最白白的因为哦，都是妖魔东西是啦。这买呀粮哦，吃饱的，故说就最哈。哪有这什么乱解释的呀？嘿呀，买的哦，就懂钱啊，就脱啊，现在脱，真件脱个伎俩做呀吼，迄白开来呢。哎呦，找到嘴开的了，那就行了。做迄白开来啦，不过吼，跟米奶奶。鳄鱼，尾巴朝下。米尾巴向下是怎样的哈？是怎样？这尾巴得朝上啊。冇错啊，不过先生，今日石头呢，唔咁么清楚，我也系压死的呢，唔像啊，都会按骨头，跟我唔是水木的哈。这个水木你就来啦。这什么呀？你这乱七八糟乱解释，不行，赶快换。我嘛该，这条朋友唔大家唔换，还一下买几牙粮呢？买那么多干嘛呀？哦，真是太难得了！我要买回去做纪念，送给我的朋友，告诉他们，全世界只有台湾重视动物保育，他们让鳄鱼吃饱了睡觉。行了，这脸呢都丢到国外去了。哎呦，他感觉有种经验呢，你这说的还真没错。我老婆呀，逛夜市也有这种受骗的经验，买了一件 polo 衫，结果是瑕疵品，而且是仿冒品。这你用的发现的呀？当然啦，人家的 polo 衫呢是骑着马，手上拿着一个球杆。给哪个嘞？我老婆是骑着马，手上拿着一个旗杆。差很多哦，差太多了呀！我就说不行，我拿去要跟老板换。我走到夜市去，就看那个老板叫卖的可热闹的，那个嘴比相声演员还厉害。真劲哦！给你喝下来啊！来，看，赶快过来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你要错过，校长给你记大过。赶快过来！景气虽然冷，我们的心不冷，我们的心非常火热，我们的心充满了温暖。天气虽然冷，没有关系，看我的血衣，你只要穿上我的血衣，我们的血衣材质特别好，里面是鸭绒加鹅绒，外面是黄羽又黄红。不管你穿什么，只要穿上我们的血衣，出去就好像披了一件羽绒被。穿羽绒被
保证你人天小夫妇，进来看。进来看，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哦，哎，你看起来好像很冷呢，哦，你脸色发白呢，哦，你手怎么一直抖，抖得好厉害哦，哎，没有关系，来穿我们的血衣，你穿我们的血衣，我给你挂保证，保证你袂冷，你若是穿了，各位你的时阵怎么办？再多穿2件哦，废话，世界名牌，世界名牌，不管你看到的是什么牌，我们这边什么牌，通通都有。通通都有，什么 Nike、Reebok、Armani、Polo、Puma、Adidas， 什么牌子，我这边拢有。百货公司一领2、3千，我这边1000块，免500块，免300块，免200块，够存啊！看到的东西全部199带回家，你买回去我还送你10%。没有呀，哦，哎，这个人都按钮呀，你都记得老几包那 polo 衫啊？哦，对，我拿着那个 polo 衫啊，就去问那个老板，我说，哎，老板，你叫的太辛苦了，我问你，你这件 polo 衫有问题，瑕疵品，仿冒的。跟 Mark 唔错，你那骑在马上拿着球杆，娘呀2号还骑在马上拿着旗杆呢？什么？拿的是旗杆哦？哎，对呀，哦，恭喜你呀，恭喜你呀！哦，你太厉害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你买到的哦是队长啊！嘿，队长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在这边摆摊摆了4年，摆了5年，从来没有队长出现过，只有裁判出现过。你竟然可以买到队长，算你较好运。无呢，我今仔日交你这朋友，你买3样，我搁算你500块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再买哦，我买到一个教练呐。买教练没有关系，我告诉你，白拢是衫嘛，今天辛苦拢嘛赶快嘛，不要计较那么多。你今天买到的是旗杆，没有关系嘛。上一次有人买到是猪肝呢。你也是用按用讲法啊哈，假冒就唔错的，还假多按用，卖你爱啊。哦，不喜欢仿冒品哦，没有关系啦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边呢，除了仿冒品以外，还有最厉害的自创品牌。嘛该啊，你还有去哪个品牌哦？自创品牌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们这个自创品牌呀，是集合了全世界各大有名的设计师集合起来设计，而且取上了全世界最有名的 Mark 的优点，发展出来的2009年最新版的山寨版。polo 衫，那个呀，polo 衫还有山寨版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 mark 我一拿出来，你只要一看到这个 mark，你会吓一跳。都带那个送票啊！我还没拿给你看，先不要吓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商标我讲出来，你真的会觉得很恐怖。这个商标就是企鹅骑在青蛙上，右手拿着小阳伞，左手拿着马球杆，腰里别着回力镖，两脚踩着大鳄鱼，鳄鱼嘴里抽烟斗。那个东西呀，变形金刚啊！乱来，好得啊，老王呀，唔要强长压死哎，好得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这些东西啊，真的太丢人了。哎，话说回来啊。不过你那几个外国朋友逛夜市逛的到底怎么样？哦，哎呦，蛮耐行啊，都是摇的最呀早哎，就带起来就是豆腐法。哦，豆腐法呀，那个很好吃啊。好吃啦！那他们一个人吃了几碗啊？哎呦，个豆荚哦，豆过来4碗，我就一撒豆去了1碗就看到，哎呦，当中印象8点走来走去呢。怎么啦？唔对啊，就看到佢买豆腐法豆荚，送点茶，个豆荚样吼，宽点血统，夹点钱包的吼，像训练过的野战部队一样，冲啊！哦，矮迪，搭乘就是警察来了。我唔错，警察的吼来到夜市啊，就像个不逢采样的呢，大家紧张都要死啦吼，我呀就外国朋友啊吼，特只豆点饭。全部看到我，好定係反應㗎，一腳上去呢。不是你追他幹什麼呀？豆荚碗。哎呦，碗不要啦。還有錢。哎呀，錢也不要啦。我做唔得啦。為什麼呀？是你錢扣的呢。還沒找錢呢。